Yo，我係石玉秀。今次我同齋姑品嘗一間連鎖甜品店趙記全城。今次條片我哋係去咗兩個唔同嘅地方拍攝俾大家睇嘅，一個就係深圳黃貝嶺，另外就係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兩間店鋪裝修簡約，所以立即帶大家睇我哋食過啲乜嘢。首先就係手搗芋泥麻薯，食材有新鮮水牛乳、荔蒲芋頭、麻薯、桂花同埋芋頭丸子。鮮不一斤落口已經食到香濃嘅芋頭味同埋微微嘅桂花香味，而白色水牛乳同埋麻薯軟軟糯糯互相輝映。至於芋頭丸子都幾彈牙，但就食唔到桂花嘅香味。去到淺紫色嘅芋泥蓉，帶住一粒粒嘅芋頭粒，味道帶點微甜，非常正。接住呢一個係服務員送餐時即場喺我哋面前做一個好有儀式感嘅薑汁撞奶，材料係用雲南高山小黃薑、牧場水牛乳，加上現場非遺手沖技藝做出嚟嘅手沖薑汁撞奶。個薑汁仲可以選唔同嘅辣度，今次我哋就揀咗非常辣，可能太辣嘅關係食唔到牛奶嘅香味，同埋下次可以點少辣會好啲。薑汁味好香濃，講到甜度方面係小甜，非常適合我同齋姑嘅口味。眼前呢一碗係龍眼椰椰爽，材料有龍眼肉、馬蹄碎同埋椰奶，不一斤食落去唔太甜，唔錯唔錯。呢碗係開心雙皮奶，我哋睇到雙皮奶面頭滿滿開心果碎，賣相已經好吸引，不一斤食落覺得雙皮奶嘅質感好綿滑，味道帶微甜，齋姑話好正啊！跟住呢一碗現熬雪梨枇杷羹，材料有雪梨、枇杷、雪耳、紅棗、杞子。餐廳標明用時令雪梨，唔怪得食落非常清甜。去皮去核之後，用溫火熬到微微起沙，相當甜潤。再配搭甜酸飽滿嘅枇杷果肉一齊食，滋潤無比。雪耳燉到好軟糯，唔知係咪當時天氣超級凍，總覺得呢一碗唔夠熱，再熱啲就好啦。到呢一碗紫薯紅豆爆珠西米露，高溫精製嘅紫薯泥好細膩，配搭紅豆西米芋圓，軟糯又 Q 彈，中意紫薯嘅朋友唔好錯過啊！呢一碟爆汁杏鮑菇送上嚟嘅時候熱辣辣，絕對相信係即點即炸，杏鮑菇炸到金黃色，一口咬入去爆晒汁，脆滑爽口，菇菌鮮味十足，不過小心熱，辣親個嘴。另一碟一口西多，厚多士染上蛋汁炸到金黃色，淋上濃香嘅煉奶，可以話入口欲罷不能。香港嘅西多士夾心層通常係用花生醬做嘅，但係趙記全城呢一度改用牛乳棉花糖，食到口感別有風味。好啦，一次過睇晒我哋去過兩間趙記全城，食過邊幾款嘅甜品，大致我哋都覺得好滿意，因為最重要係唔太甜，好適合我哋嘅口味。接住就放上餐廳嘅餐牌俾大家參考。又到下集預告，我同齋姑去咗佐敦一間傳統素食老店浦江齋，密切期待。今日嚟到呢度先，大家記得訂閱、點讚同埋分享我哋嘅 channel， 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條片再見。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